有5个你每天都在做的习惯，正在悄悄摧毁你的视神经。这些习惯看起来完全无害，但他们正在一天天地偷走你的视力。我在台湾行医超过30年，看过太多人来诊间，才发现他们的眼睛已经受损了40%到60%。问题不是出在什么严重的疾病，而是那些每天重复的小习惯。如果你今天不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关键的警讯，一个会让你的视力永久丧失的警讯。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形态其实对眼睛特别不友善。想想看，我们在办公室工作动40个小时，中午趴在桌上睡午觉，手机拿得比谁都近，假日还要搭飞机去日本、韩国旅游，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，却都在伤害我们的眼睛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眼睛不会痛，它不像牙齿痛就让你受不了，不像胃痛会让你马上就医。眼睛受伤的时候是安静的，等到你发现视力模糊，想要看清楚却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伤害往往已经造成了，而且很多伤害是不可逆的。根据台湾最新的眼科统计，越来越多30到50岁的人在例行检查时才发现视神经已经出现病变，他们都很惊讶地问我：医师，我又没有感觉不舒服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没有感觉，所以更危险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5个习惯，可能你每天都在做，甚至此刻你就正在做其中一个，请你认真听完。因为改变一个小习惯，就能保护你未来20-30年的视力。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言告诉我任何你可能有的问题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揭开第1个习惯。第1个伤害眼睛的习惯，是很多台湾上班族每天中午都会做的事情，趴在桌上睡午觉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害，甚至是台湾职场文化的一部分。大家吃完午餐累了，就趴在桌上眯一下。但你知道吗？当你把头趴在手臂上，脸朝下压住的时候，你的眼压会瞬间升高到平常的2到3倍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。想象你的眼球是一颗装满水的气球，里面有一定的压力。当你趴着睡觉，把脸压在手臂上，就像是用手去挤压那颗气球，压力会往哪里去？会直接冲向你的视神经。视神经是非常脆弱的，它由100多万条神经纤维组成，负责把眼睛看到的影像传送到大脑。但是这些神经细胞一旦死亡，就无法再生，长期的压迫会造成慢性损伤。你可能不会马上发现，但几年下来，视野会慢慢缩小。台湾有很多研究发现，30到40岁的年轻上班族已经开始出现视野缺损的问题。他们来检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视神经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萎缩。问起生活习惯，几乎都有长期趴睡的习惯。那该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。如果你需要午睡，请把椅背调低，靠着椅背睡，或者准备一个充气颈枕，让你的头有支撑。
但不会压迫到眼睛。如果环境允许，使用眼罩遮光就好，不要用压迫的方式。只要改变你睡午觉的姿势，你就能减少50%对眼睛的伤害。这是一个很小的改变，但效果非常显著。第二个，习惯更隐秘，而且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它会伤害眼睛。让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张建华先生52岁，在台北担任企业的中阶主管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主诉是经常头痛，而且眼睛容易模糊，尤其是下午开完会之后特别明显。我帮他做了详细的检查，发现他的视神经有缺血的现象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的血压、血糖都正常，也没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病史。我问他，你平常上班都怎么穿？他说，就西装打领带，领带打得紧不紧？当然紧啊，这样才正式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当你把领带打得太紧的时候，它会压迫到你颈部的静脉。静脉的功能是把头部使用过的血液带回心脏，一旦被压迫，血液回流变慢，就会造成头部包括眼睛的压力上升，就像是一条水管。如果出口被堵住了，水会往哪里去？会回堵。你的眼压也是一样，血液回不去，压力就会累积在眼睛里，长期下来，这种慢性的高眼压会造成是神经的损伤，症状很像青光眼，但是一般检查不一定能发现，因为它是血液循环的问题，不是眼压计能测出来的瞬间眼压。张先生听完之后很震惊，他说，医师，我打了20几年的领带，从来不知道这个会伤害眼睛。我告诉他，从今天开始，领带不要打那么紧，能够伸进2根手指的松度就可以了。如果公司文化允许，开完会就把领带松开。1个月后，他回诊，头痛的频率明显降低，眼睛也比较不会胀痛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一个小细节，一个你觉得很正常的穿着习惯，却可能悄悄毁掉你的视力。如果你也有习惯打领带，或者现在因为疫情，口罩戴得很紧，请检查一下，不要让这些配件成为你视力的杀手。第3个习惯跟台湾人很爱旅游有关。我们台湾人真的很爱出国，尤其是日本、韩国，这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在飞海，有很多人喜欢登山，去阿里山、合欢山看日出。但你知道吗？在高空和高山上，紫外线的强度是平地的3到5倍。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是累积性的，它会让你的水晶体慢慢变得浑浊，就像是煮熟的蛋白一样，从透明变成白色。这个过程叫做白内障。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，但其实不是。现在越来越多40、50岁的人就已经开始出现早期白内障，原因就是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，却没有做好防护。在飞机上，你坐在窗边的时候，阳光会直接照射进来，那个光线看起来好像不强，但其实紫外线含量非常高。因为飞机在1万公尺的高空，大气层的保护作用已经很薄弱了。在山上也是一样，尤其是清晨和傍晚，阳光的角度低，很容易直射眼睛，加上高山空气稀薄，
紫外线更强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：第一，准备一副 UV400的太阳眼镜，不要贪便宜买来路不明的，因为劣质太阳眼镜反而让瞳孔放大，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睛。第二，搭飞机的时候，如果坐窗边，尽量把遮阳板拉下来，或者戴上太阳眼镜，长途飞行的时候尤其重要。第三，去山上的时候，除了太阳眼镜，也可以戴宽边的帽子，多一层保护。台湾的阳光其实很强，即使是冬天也一样，不要以为没有夏天那么热，就可以不做防护保护眼睛。不是只有在大太阳下才需要，而是一年四季都要注意。第四个习惯非常危险，但很多人都在做，戴着隐形眼镜睡觉。我知道有时候你真的太累了，回到家倒头就睡，忘记拿下隐形眼镜，或者中午午睡的时候，觉得只是睡一下，不用特别拿掉，但这个习惯可能会让你付出极大的代价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，你的角膜，也就是眼睛最外层的透明组织，就像是一块海绵，它需要氧气才能保持健康。正常情况下，氧气会从空气中穿过泪液进入角膜，但是当你戴上隐形眼镜，就像在海绵外面加了一层保鲜膜，氧气的供应会减少，但还勉强够用。如果你再闭上眼睛睡觉，等于又加了一层眼皮，变成2层保护，角膜就完全得不到氧气了。角膜缺氧会怎么样？它会开始发炎、肿胀，甚至形成溃疡，角膜溃疡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如果处理不当，会在角膜上留下永久的疤痕，这个疤痕会影响你的视力，而且是不可逆的。就像你种了一棵植物，然后用2层塑胶袋把它整个包起来，不给它呼吸，它会活吗？当然不会。你的角膜也是一样，它是活的组织，需要氧气。我在门诊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有的人因为一次午睡戴着隐形眼镜，就造成严重的角膜感染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有的人留下了疤痕，从此视力再也回不到从前。所以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你，绝对不要戴着隐形眼镜睡觉，不管是晚上长时间睡眠，还是中午小睡片刻，都一样危险。那该怎么办？第一，如果你真的很容易忘记拿隐形眼镜，建议你使用日抛型的，虽然成本高一点，但比较卫生，而且可以提醒自己每天更换。第二，在办公室准备一个隐形眼镜盒和保养液，中午要睡午觉之前，把隐形眼镜拿下来，用保养液保存，醒来再戴上。第三，记得使用人工泪液，隐形眼镜本身就会让眼睛比较浅，适时补充泪液可以减少不适感，保护你的角膜，就是保护你的视力，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，让自己后悔一辈子。第5个习惯，可能是现代人最难改掉的，手机拿得太近，而且在暗处使用。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内容，可能会让你有点紧张，但请不要太担心，因为只要你愿意改变，伤害是可以减少的。很多人习惯把手机拿得很近，大概只有20公分左右，你可能觉得这样看得比较清楚，但你知道吗？
距离减半，光线的能量会增加4倍。这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。当光源越靠近眼睛，进入眼睛的光子数量会呈现指数增长，尤其是手机荧幕发出的蓝光，它的波长短，能量高，会直接穿透到视网膜的深层，造成黄斑部的损伤。黄斑部是眼睛最重要的部位，负责你的中心视力和色彩辨识。一旦黄斑部退化，你看东西的中心会变得模糊，甚至扭曲，而且这个种退化以前都是60、70岁的老年人才会有，现在却越来越年轻化。台湾的年轻人，特别是10几、20岁的，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可能超过8个小时 ，TikTok、Instagram、线上游戏，这些都会让你不知不觉把手机拿得越来越近。更危险的是，在暗处使用手机。很多人睡前关灯之后，还要躺在床上滑手机，这个时候你的瞳孔会放大，让更多的蓝光进入眼睛。就像是在黑暗中打开一扇大门，让强光直接射进来。长期下来，不止黄斑部会退化，水晶体也会提早混浊，形成白内障。这些本来是老年才会出现的问题，现在却在30、40岁的人身上越来越常见。但是我也知道，要你完全不用手机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给你一些实际可行的建议。第一，保持距离，手机至少要离眼睛30到40公分，你可以用手臂伸直来测量，大概是这个距离。第二，环境光线要充足，不要在全黑的环境下使用手机，至少要开1盏小灯，让瞳孔不要放得太大。第三，每使用30分钟，就看远方30秒，让眼睛的睫状肌放松，不要一直处于紧绷状态。记住，只要改变一个小习惯，你就能减少30%到40%的风险，你的眼睛会感谢你的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：高度近视不只是度数深，它其实是一种疾病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500度以上的近视定义为高度近视。如果你的度数到了800度、1000度，那就已经进入病理性近视的范围。这不是单纯的视力不好，而是你的眼球结构已经发生了病变。让我用一个强烈但科学的比喻来说明：正常的眼球是圆形的，像一颗乒乓球，但当你近视度数越来越深，眼球会被拉长，变成椭圆形，像一颗橄榄球。这个拉长的过程会让眼球壁变薄，就像是吹气球吹得太大，气球皮会越来越薄，随时可能破掉。这听起来可怕，但这就是高度近视眼球的真实状态。眼球壁变薄之后，会带来一连串的问题。第一，视网膜剥离的风险大幅增加。视网膜就像是相机的底片，一旦剥离，你的视力会在短时间内急速下降，甚至失明。高度近视的人，视网膜剥离的几率是正常人的10倍以上。第二，黄斑部出血，因为眼球被拉长，黄斑部的血管会变得很脆弱，容易破裂出血。一旦出血，中心视力会受到严重影响。第三，提早发生青光眼、高度近视的人，视神经本来就比较脆弱，
对眼压的耐受性比较差，所以即使眼压正常，也可能出现青光眼的症状。第四，白内障提早报道，一般人可能60、70岁才会有白内障，但高度近视的人40、50岁就可能开始出现水、晶体混浊，这些并发症每一个都很严重，而且可能同时发生。很多人以为做了雷射手术，把度数矫正回来，问题就解决了，但其实不是。雷射手术只是改变角膜的形状，让你不用戴眼镜，但眼球还是被拉长的，结构还是脆弱的，该有的风险一个都不会少。所以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你，如果你是高度近视，你需要每年定期检查眼底，不是等到要换眼镜的时候才检查。眼底摄影、光学同调、断层扫描，这些检查可以及早发现是网膜的变化，把握治疗的时机。很多人都是视力突然下降，来检查才发现是网膜已经剥离了，或者黄斑部已经出血了。那个时候再治疗，效果往往不理想，视力也很难完全恢复。高度近视是一种疾病，不是单纯的视力问题，它需要被认真对待，需要定期追踪，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来处理，那往往就太迟了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有高度近视，请记得每年检查眼底，注意视力变化，有任何异状立刻就医。这是保护视力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说了这么多问题，现在我要给你希望，给你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。我设计了一套2分钟的眼睛保养法，非常简单，但如果你每天都做，效果会非常显著。第一步，正确的眨眼练习。很多人长时间盯着荧幕，眨眼次数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次，降到只有5次，眨眼不够，泪液会蒸发，眼睛会前色，所以请你每隔半小时做一次完整的眨眼，不是快速的眨，而是慢慢的闭上眼睛，停留2秒，再慢慢张开，重复10次。第二步，温柔的按摩眼周，用你的食指和中指轻轻按压眼睛周围的穴道，从眉头开始，沿着眉毛往外按到眉尾，然后绕到眼睛下方，从眼尾按回眼头，每个点停留3秒。按的时候要很轻柔，不要用力压，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眼睛疲劳。第3步，看远放松法则，我们叫它20到20到20法则。每使用萤幕20分钟，就看20英尺远的地方，大概是6公尺，持续20秒，这可以让你的睫状肌放松，避免长时肩颈绷造成假性近视。除了这些练习，饮食营养也很重要。台湾有很多对眼睛很好的食物，而且很容易取得。第一，绿色蔬菜，像是菠菜、地瓜叶，这些蔬菜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可以保护黄斑部，过滤蓝光。第二，富含 Omega-3 的鱼类，像是蒸鱼、秋刀鱼。Omega-3 可以减少眼睛发炎，保持视网膜健康。第三，减少糖分摄取，手摇饮料、油炸食物，这些会造成身体发炎反应，也会影响眼睛健康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
保护你的眼睛，不只是为了现在看得清楚，更是为了20-30年后，当你70-80岁的时候，还能清楚地看见你的孙子，看见这个美丽的世界。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，一旦失去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从今天开始，改变一个小习惯，做2分钟的眼睛保养，你的未来会。感谢今天的你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如何保护眼睛，一起守护我们最珍贵的视力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